等一下。你先带妹妹去旁边玩会儿。嗯，好的。那天的事儿我很抱歉，我不是故意要想。都不重要了，多谢。是我应该做的。今天的告别仪式很棒，是您启发了我们，这样的形式既能让大家了解死亡的意义，又能平复过于悲伤的情绪。我一直努力的生活，认真的经营着我自己的婚姻。所有人都说我错了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？如果这个社会只认同女人在职场的价值，认为女人只能有一种成为职业女性的选择，那我不认为这是女人的错。人生真的不是一场爽剧，我没有拿到逆袭的脚本。我自己做的决定，我自己承受后果，哪怕拼上最后一口力气，我也要给我的孩子造一个童话。关于情爱和这个世界的真相，将来有一天他们总会了解的。但眼下，我只想让他们没有负担的长大。你能明白一个母亲想要保护自己孩子的决心吗？你没有错，我也没有。也许吧。要是你会怎么选？什么怎么选？现实还是童话？你呢？我一朋友跟我说，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，就是童话；在对的时间遇到不对的人，就是青春。这次告别仪式结束了，许太太应该没有遗憾了。这话是谁跟你说的呀？给刚认识的朋友。女的？哎，我车到了。我今天晚上有个局，这个就不带上了，你拿回去。你明天带单位去啊。好，我送你了。拜拜拜拜。喂，
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当初那个人离开我们的时候，你没有一次次的跟我说，都是因为我那个人才会离开的，你也没有把失去婚姻的痛苦全部怪罪在我的头上，或许我们的关系就不会像后来那么糟了。为什么做错事情的是男人，到最后却是两个女人在互相伤害呢？妈，妈，我错。我大学毕业后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，我也去实习了很多地方，但最后都没留下来。别人要男孩，要么就是只用实习生，根本就不给我提转正的机会。我在家吃了1年多的闲饭，最后被我妈赶了出来。我一度很生气，觉得生无可恋，想寻死，被我大姨拦下来了。最初来到这儿，真的就是为了能有一个落脚的地儿，能够赚点钱养活自己，也是为了气我妈。她是开婚纱店的。那现在呢？如果我再问你一次，对于这
去抚平伤痛，让他们看到亲人在死亡中所获得的尊严和平静。